我咱真济稳定吼，昨做日仔的时阵吼，咱礼拜堂吼，头前去破花吼，迄个七里香啊吼，昨的是做日的时阵吼，开甲麻，规昨拢种花啦吼，结果的时阵吼，昨的时阵吼，全部拢总变做花干啦，迄叶啊吼，变莲花嘿，对，莲的花嘿，或者莲花嘿。七里香变莲花啦，规个拢打去安尼。我想讲吼是毋是土伤少啦？结果发现毋是啦，因为我著甲伊挽有拗一两指吼，转去伫厝内底插，结果迄有足侪水吼，伊嘛是安那，嘛是拢淹去。所以你著知影天气足热啦，佫足干燥，所以会有即款情形。总是呢，虽然是安尼，咱的活命犹原得到上帝照顾甲引带。直到今仔日，咱虽然坎坷行过人生真济路，有的人来到50岁，有的人来到60岁，有的来到70、80、90。无论安怎样，咱的人生伫上帝的手中。上帝存留咱的活命，为着要互人对咱的心肠来得到祝福。所以，咱身边的人，咱着定疼惜伊、照顾伊。通过即款的疼，上帝会祝福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每一位兄弟姊妹。我最近咧思考一个代志，就是咱要怎样会当互人欢喜入来到伫礼拜堂内底敬拜上帝。昨个时阵，上帝互我一个答案：你的教会。若亲像圣经内底所讲的教会，你若是行出来亲像上帝所教示你的，你的教会就会充满敬拜上帝的百姓。你的教会若亲像圣经所讲的教会，你所行的若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你的教会就会充满敬拜上帝的百姓。所以，咱伫主的面前三甲做来祈祷。互咱的教会真侪圣经所讲的教会，安尼咱着爱认真读圣经，毋才会知影讲圣经咧讲教会是啥。了，互咱即个人真正亲像圣经所讲，咱是属于教会的百姓。咱同齐开声来感谢来祈祷，感谢主到如今还佫看顾咱，佫祝福，互咱会通成做人的祝福。开声来祈祷来感谢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主你是上帝全能的爸，永远的主宰。你赏赐活命稳定伫阮当中，到伫如今，阮经过拢平安。虽然经过真济坎坷、艰难灾厄，但是主你甲阮讲，有啥物人会当伫当中，或者伫遐尼搬过所有的灾害艰难呢？主啊，人生有苦难，亲像火星夜夜飞。总是主，你伫这所在，亲自赐温伫阮的心上。到伫如今，你拢帮助阮。你是以变以成的上帝，是永远照顾的主。你甲你的百姓同在，既然是诚心呼求你的，你就应允因。伫你的内面，拢总是实在的。你应允，你安怎样讲，阮就会当伫其中照你的话行，伫所行的事上，就一定会得到祝福。主，愿感谢你这份的疼痛，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，愿平安稳定疼痛束缚伫你的正义路。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。无论世界安怎样啊变化，活命抑阁存留的日子，阮就是会当徛伫迄个所在来见证上帝你的名。主，愿为安尼来感谢。主，互安乐圣教会、圣安圣教会。真侪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，互甲这个人，互阮正兄弟姊妹，阮会通伫主你的稳定，伫圣灵的引带内底，顺探圣灵，伫圣灵的引带，强力介入阮活命的时阵，主阮伫你的内面会通活出你的欢喜。感谢主，感谢你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亲爱救赎阮的主耶稣基督。如果是伫阮活命内底引带阮的圣灵，阮今日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是因为你的疼痛照顾伫阮的身上，到伫如今经过拢总平安，
因为你照你家己所讲的，你是以变以声的上帝，到如今隆重帮赞阮。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伫人欠缺的时阵，你有愿伸手帮赞，保护享受一切隆重教业。经过艰难困苦，总是上帝你的恩典一直拢伫地。愿用感恩的心进入到主你的殿中，用懊恼的心来敬拜。愿上赞荣光归于你，愿你的名伫阮当中显最大。恳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建基仔来报告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早。最近上界行的，就是迄车祸死的啦吼。台湾一档讲死3000个啦，哇！要收来比烧电死的搁较济。我一个朋友哦，嘛几礼拜前，骑乌多仔要去人教现啦，结果人家车要切入去停喺路边，叫伊挡袂有整一个尔，嘛是死。所以吼，即大家骑车、赛车拢爱足注意。我看咱足侪人骑乌多仔袂晓刹车呢，是安怎讲？你袂晓刹车？乌多仔要刹车，一定爱两只手做伙刹，双边拢动，较袂去互出去啦，较袂勒残就对啦。尤其是落雨天，足重要。大家基本知识爱记学条。祝大家平安。来做消息报告。教会每一个礼拜六、甲礼拜日聚会期间，请大家毋通甲即个乌多仔停伫咧无障碍迄个坡道的出入口。多谢各位兄弟配合。第二，6月7、8礼拜日下晡2点，伫台南圣教会，咱要举行即个圣灵降临节的祈祷会。敬请兄弟做伙来参加，同心自执，为国家守望，请到招待道登记。第三，蒙主的恩典，受邀参加台北圣乐经典的诗歌第8集的发表会，6月7、8礼拜日下晡2点半到4点半。伫太平间教会要举行，邀请兄姊妹做伙来参加香碧树诗班的现场，甲 Clare 祝歌。每礼拜二暗时7点50分到9点30分要团练。当日中昼1点半伫礼拜堂集合最后一届的练唱，欢迎大家做伙来侍奉。第4点，7月16到18，就是礼拜3到拜5，伫哪来教会灵修园区要举办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，费用是自费1300块，原价3200块，补助真济哦其他教会来补助，招收的对象要升国小1年，还是讲要升国中1年的？欢迎踊跃来参加，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缴费。报名到6月7日，迄个晚间就截止了8月7、10至12。就是礼拜日到拜二要举办南部教区信徒灵修会，主题是活的是啥物？是要做啥物？咱讲员是咱廖牧师，地点伫即个杉林溪松林生态度假园区大饭店，费用甲活动的情形。详细请参阅这个公布栏，
请向各团契团长也是小组长报名。会整了要交予办公室，报名到7月70截止。敢有补充报告？若无，咱要请敬拜团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伫个厅堂内底，咱通三甲做伙来敬拜。伊是信实的上帝，永远厅堂的主。特别咱将家己一生交托予伊信实的主上帝，所以咱用永远的称颂来学乐伊的名。咱三甲起立，同齐做伙来吟唱这首的诗歌，永远称颂你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学乐，你心之大，感受大学乐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学乐，你心之大，感受大学乐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要保佑你万年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要保佑你万年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你是一大感受大乐，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我要每日吟诗，我要永远乐，你是一大感受大乐，万世万代拢要。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要保佑你万年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。称谢你名无离。咱要来称颂咱的主，安怎样来称颂？亲像诗歌内底所讲的，每一日吟诗，永远的学乐。唔知影咱即摆有啥物款的动荡？通过吟诗学乐，你知影有一届大笔要去烧战的时阵，就是靠唱歌学乐来赢过所有的艰难困苦，以征战得胜。心中的艰难忧愁。通过学乐，相信上帝掌管一切，所以咱来称颂咱的主。又搁伫这个所在，伊讲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，咱的囝儿孙万世万代来学乐咱的主，为了咱的后生查某囝，为了咱的孙仔来甲因祝福，来甲因祈祷，敬畏耶和华，一世人拢总有瓦靠，开声来上赞来宣告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至圣至高的主上帝，你会听到阮同在，万世万代，我要学乐你。主啊，求你继续赐阮伫阮的心上。主啊，赏赐你的活命的产业，
想使你活命的产业持续的求，持续的宣告。耶和华上帝，愿用诗歌、用儿乐来敬拜。通过诗歌、儿乐敬拜的头前征战，通过祭司的头前征战，愿得胜、得胜、搁得胜。主啊，你甲阮三个同在，所阮伫阮的心上。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伫一切事上会当掌管我、引带我、路用我的主上帝。我较无你，我较无会当互你路用，较无会当诚侪你的欢喜。主啊，我仰望你的听，仰望你的引带，仰望你能力的同在。主啊，炼净我，互我伫你的内面，甲你同行。愿儿乐阳光归予你，我的世代，愿这个家族主你所守护的世代，世世代代来儿乐来敬拜，将上赞阳光归予你。因为你的威严，因为你的尊贵，因为你的权力，你全地你的名要受称颂，要受儿乐。也为你先要来称颂你的名，要来儿乐你的名，要讲你是我的神，是我的王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远永远称赞你。我要你是，我要永远儿乐，你是一大甘受大儿乐。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永远永远称赞你。我要你是，我要永远儿乐，你是一大甘受大儿乐。万世万代拢要儿乐你，要保佑你万年作为，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儿乐你，要保佑你万年作为。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儿乐你，要保佑你万年作为。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万世万代拢要儿乐你，要保佑你万年作为。传播你威严甲尊贵，永远称谢你名无离。咱拍鼓将阳光归予咱的主，信实的上帝。阿门。亲爱的兄弟，请坐。上帝疼痛，真侪咱每一天实实在在的引带。主耶稣讲，咱若信伊的话，就会看见阳光；咱若信伊的话，就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活命来受死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圣神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牵绳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以及伊相随，我要一生跟随伊。
心可你的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骗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的就是阿爸爸，伊看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听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写字将永远我名来相思。我相信，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实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，诚信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用温柔的动作来坦诚。我相信，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直相随，我要一生跟对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你的有福气。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骗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的就是阿爸爸，伊看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你听我做宝贝。咱要搁再一届来祈祷，用信心来宣告，耶稣基督引带你所有的道路，并且伊要陪伴你这世人。直到有一日，咱告别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要接咱进入伊永远的国度。所以咱用信心来宣告，也要来宣告是，咱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，咱的囝儿孙，咱也要甲因带进入这个永远上好的道路，一世人无偏离。搁要来宣告，上帝是咱的阿爸爸，照顾咱、疼惜咱，就是到年老的时阵，犹原抱咱伫伊的行程，互咱伫伊的内面得满稳定、满足、疼痛。咱同齐来祈祷，来感谢，请。哈利路亚！现在，至圣的主上帝，
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我感谢你，因为对过去到至如今，你用永远的听我，照顾我，带我着行应该行的路。主啊，虽然我有软弱，有滑倒，有失错，但是主，我要宣告，要相信，你有原是我的主，是永远的主上帝，要来照顾，要来保守。主啊，我伫主你的内面来领受话命。主啊，互这个话命伫阮的心上成就一切美好。主啊，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。愿你伫阮的心上继续保守、照顾。主，正着你家己的疼痛，因为你的引传，互我世会当行伫主你的内面。主啊，你祝福。互阮世世代代，阮的名得到你的纪念。主啊，你恳求这个恩典，为着教会这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啊，用你的救赎，临临享受活命的产业，互阮世世代代学乐敬拜。感谢主，感谢你的疼痛，将阳光归予你，祝福归伫阮的心上。我相信。我相信，心可以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骗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你就是阿爸爸，你听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以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你就是阿爸爸，你听我做宝贝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疼痛，赐阮伫阮的心上，做阮永远的爸。教示阮，疼惜阮，引带阮，做阮伫信心的眼光，看见你永远的疼痛，伫你的恩典内底，用眼光、信心的眼光，行人生的道路。感谢主，你的信实，你的慈爱，直到永远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这时三甲做伙起立，搁再一届来吟唱《眼光》这首的诗歌，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上帝的作为。天色虽然暗，星星犹原地向相思。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天总是会到。
远山虽然危险，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，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。天色虽然黑暗，星星犹原在遐闪烁。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天总是会到。远山虽然危险，若有信心就爬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，若有信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。啥人会当看过所有艰难在的？啥人会当看见美梦的花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。啥人会当看过所有艰难在的？啥人会当看见美梦的花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。天色虽然黑暗，星星犹原在遐闪烁。暗暝虽然孤单，时间若到，天总是会到。远山虽然危险，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。路途虽然遥远，若有信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。啥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的？啥人会当看见美梦的花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。啥人会当看过所有艰难在的？啥人会当看见美梦的花？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，你着打开心内的窗。主上帝是阮怜悯伫阮的心上，恳求圣灵亲自帮助阮，互阮拍开心内的窗，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上帝你真实的道路，就救阮的活命进入伫上帝你真实永远的祝福，继续引带阮的道路，互阮伫信心当中相信你的话语，伫信心当中行伫你的道路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当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共同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
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，顶十日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后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三通，罪得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同齐来启用。启用文第21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。若是有好的部分，咱就共同来上读。拯救阮的上帝啊！你要用威严并公义应允阮。要本是一切地极，甲海上犯罪人所挖去的。你既然用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珠山。踮伫地极的人，因你的心热惊吓。你有日出日落之地拢欢呼。你劝告地降落透哦，互地大得肥水。上帝河满了水，你对这浇灌了地，好为人有庇五国。你压透地的泥沟，润平泥积降甘霖，互地软落。其中发中的蒙你赐福。你用云电做年会的冠冕。你的路径拢滴了自由。地伫旷野的草场顶。小山以欢乐束腰。草场用羊群做衫，国中也生满了五国，这一切拢欢呼歌唱。阿免。咱下面的时间来到稍微传导，通过听道，咱同齐做伙来敬拜咱的主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甲带领，互咱过一摆会当同齐组织，同心来服侍，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请咱同齐来掀开周报第4面，咱要来上读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。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，咱会当来掀开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。现着，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，同心来读，请。耶稣甲门徒到了众人遐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落讲。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伊害羊群的边真苦，拢甲伊活伫火内，拢甲伊拌伫水内。我带伊到你门徒遐里，因却袂当医治伊。耶稣讲：哎，这个毋信、个悖逆的世代啊！我伫恁遮个爱到几时呢？我忍耐恁个爱到啥时呢？甲伊带到我遮里来吧。耶稣指责迄个鬼就出来，对安尼囡仔就好啊。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讲：阮为虾米袂当赶出迄个鬼呢？耶稣讲：是因为恁的信心少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就是对即座山讲。你对这边刷到迄边，伊也要刷去，并且离恁无有一项代志袂当做了。对到这一个鬼，若无祈祷禁止，伊就无出来。阿免。咱圣经读到这，咱过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请通世间人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医治的权能。因为你疼痛世间人，所以你愿意照着你的怜悯，照着你的大能力来医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。
主，阮要来伫遮献上阮的乐乐，献上阮的感谢。阮嘛，搁一摆要来仰望你，亲像耶稣的门徒共款，望会当帮助人，但是阮需要对你所来的信心，阮需要倚靠你，阮需要伫即个世代当中靠着上帝你赐予阮的权柄，会当来帮助世间人，引带世间人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得蒙上帝你引带甲带领。阮着伫遮献上阮的敬拜，献上阮对你的尊重。愿上帝你亲自施恩赐福，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带阮，互阮明白，互阮知影要怎样对你来行。阮感谢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的题目是一个信心的成长力，信心的成长力。今仔日咱特别要来讲到这个信心，信心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定定听到真普遍的名词，但是咱爱来思考，信心伫咱的活命当中有啥物款的意义？信心伫咱的活命当中有啥物款的意义？他拄啊，伫咱的诗歌当中，咱会当唱：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安慰者，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相信上帝会保护我，会看顾我。无毋对，这拢是相信。他拄啊，咱咧上读使徒圣经，上读使徒圣经的时阵，嘛咧上读讲：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灵。其实伫咱的信仰当中，咱定定会讲到相信，但是咱相信是到什么程度？咱的相信是到什么程度？这是耶稣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要甲咱做伙来教导来分享的。头前咱捌讲过，伫今仔日这段经文是17章，17章进前是16章。咱伫顶个月讲道当中，咱有分享到，伫16章当中，就是耶稣赐福伊的门徒有权柄，讲你若伫地上，你所捆绑的伫天顶也捆绑；你若伫地上所偷放的，伫天顶也偷放。这是耶稣赐福门徒，也是讲赐福教会的权柄。互教会伫即个地上会当来彰显天国的权能，会当来彰显上帝国伫地上要怎样来实现出来。所以耶稣赐福门徒有权柄。今仔日咱的这段经文，咱就会当看着讲，刷落来，当16章过后，门徒领受这个权柄了后，门徒是怎样来服侍呢？这段经文，咱会当讲是门徒伫耶稣的门徒班当中的一个实习的课。实习的课伫当中，就是咧讲到实习的意思，就是安那，毋是干那是知识的学习，毋是讲耶稣讲安那，我着学习安那，但是安那我无亲身去体验去做过。所以门徒伫当中就开始安那，会当有实习的机会。实习的机会，就是因亲身体验。经历后，会当知影讲要怎样来学习。伫这段经文当中，咱看到有一个人来找耶稣，求耶稣的帮助。伊求耶稣的帮助了后，伊就刷来迄句话，伊就讲安那，讲我带我的囝到门徒遐入去，但是安那门徒袂当医治伊，门徒无法度甲伊的囝医治好，所以因就来找耶稣。所以咱就会当知影，这个父亲，伊带伊的囝，伊是安那先来找耶稣的门徒，伊毋是直接来找耶稣，伊先来找耶稣的门徒。这有可能是17章一开始，因为耶稣带3个门徒去到伫山顶，伫当中就是改变伊的形象。可能伫迄段时间，其他的门徒伫当中就接受到这个人来求门徒的帮助。所以这个人来求门徒的帮助的时阵，门徒无法度甲伊治好，到落尾，等耶稣来到伫山骹以后，伊较来找耶稣讲，求耶稣来帮助伊。这段经文，咱就会当知影，门徒实际上因领受到一个权柄，就是伊这个权柄会当来帮助世间人，会当人彰显天国的权能。但是呢，因伫耶稣无伫因身边的时阵，伊开始咧服侍。
这是因一个实习的机会，但是到落尾，因的结果无成功。虽然无成功，但是这是一个因会当学习来成长的机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实习所会当互因的一个意义。实习的意义就是，虽然有可能会安那会做失败，虽然有可能会做了无够好，但是安那因会当伫当中会当透过即摆因所做的代志，耶稣互因有一寡的教示，互因知影讲因啥物所在做无好，因会当怎样来改变，因会当怎样来成长。伫过去，阮伫新学院的时阵，新学院伫当中嘛有爱需要伫教会实习的期间。伫教会实习当中呢，毋是干那讲哦去教会服侍安尼就好。因伫新学院当中，犹原有一堂课，这堂课叫做实习的课。伊就是安那，就是当教会服侍了后，伫这堂课当中，老师就会带领所有学生做伙来分享讲哦，咱伫教会当中，咱有学咱过去有过去即礼拜伫服侍当中有做了啥物？做了后有感觉讲哦，我的心情安那？我有啥物心情？会欢喜的心情？做了成功，感觉欢喜吗？还是讲做了无好，感觉失望呢？有可能有同样无共款的心情，甚至是一寡较无好的心情。但是虽然是这个心情，老师犹原因带阮讲哦，咱着爱来思考讲，伫这件代志。互咱有即款的心情，安尼即件代志，互咱会当定心思考，咱对上帝敢有啥物新的认识？咱有对上帝敢有啥物新的认识？这是伫实习的课当中，咱主要爱学习的代志，毋是即件代志做了就结束啊，是做了咱爱定心来思考，即件代志对咱有啥物款，咱会当学习的所在。今仔日咱所讲到的门徒的实习课，虽然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无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，毋知影讲门徒用啥物方法来帮助伊，但是咱敢若知影因失败了后，耶稣就来帮助。但是咱会当对耶稣的教导当中，咱来思考，耶稣要怎样教示伊的门徒，互伊的门徒，互因的信心有进一步的成长。所以，首先，咱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。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，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李正人遐，有一个人就来找耶稣讲：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因为伊患病。患了什么病呢？患了这个羊形的病。所以，伊伫当中，伊就来找耶稣，求耶稣来帮助伊。这件代志实在来讲，真正是互人感觉讲安那真同情伊，真同情伊。虽然定定有人来找耶稣，求耶稣帮助。定定咱读圣经的时阵，定定看到有人来找耶稣，求耶稣帮助。但是当咱看到一个细囝，一个细汉囡仔，伊就患这个病，伊就感觉讲，这个病对伊来讲是真艰苦，伊就来找耶稣。互看到的人会感觉讲，安那真同情伊。就亲像他拄啊。见见遐咧报告的时阵，毋是讲安那，讲最近上内面的即个新闻，就是安那，就是迄个车祸的新闻。其实安那，其实咱伫生活当中吼，逐工拢咧发生车祸啦，逐工吼定定拢有人去互车弄死。但是为什么即件代志特别安那，特别互台湾人特别关心，特别关注讲即件代志？因为安那，因为弄死的是一个细汉囡仔。所以当弄死的是囡仔的时阵，即个世间人就会安那特别关心讲哦，即件车祸偌严重，对偌严重。但是安那，但是其实定定咧发生。其实耶稣伫即个状况，伊嘛是共款，定定有人来找耶稣帮助，定定有人破病，定定有人获贵妇。但是安那，但是因来找耶稣帮助，特别是因为。遮有一个细汉囡仔，伊需要耶稣的帮助。耶稣就伫当中来听伊要安怎讲。伊到落尾，伊讲了一个更较互人感觉、更较伤心的代志，就是安那。
伊捌找耶稣的门徒，伊捌甲伊的囝带到耶稣的门徒遐，但是安那？但是门徒无法度帮助伊，门徒无法度帮助伊，这是更较艰苦的代志，因为因是耶稣的门徒，因是耶稣的门徒，但是因无法度帮助即个叛病细汉囡仔。这毋是干那对即个病仔囝感觉真艰苦尔，我相信伫遮的门徒，因嘛会感觉讲因真艰苦，因为因虽然是耶稣的门徒。伊伫进前一张的经文当中，因当领想到耶稣赐予因的权柄，但是因犹原无法度去帮助这个细汉囡仔。所以咱会当知影，其实对咱来讲，咱伫这个世间咧服侍，咱伫教会当中、伫社会当中咧服侍的时阵，咱敢有这个心情，感觉讲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若是无有会当帮助人的能力，安尼我还阁算啥物呢？我无有帮助人的能力，我阁算啥物呢？我相信这是耶稣的门徒伫当时因的心情。我是耶稣的门徒啊！我为什么无法度帮助因呢？为什么因做袂到？咱等下会讨论。但是呢，耶稣伫当中就开始讲到，伊就开始指责这个世代。伊指责这个世代讲，哎，这个阁无信、阁袂记的世代啊！我伫恁遮阁要到当时呢？我忍耐恁阁要到当时呢？耶稣伫遮所讲的，伊指责这个世代，指责这个世代是安那？毋是干那讲，伊毋是干那指责遮的门徒，伊也毋是干那指责遮这个父亲，伊是讲这个世代其实拢共款。耶稣咧指责这个话，其实伫进前慢慢出现过，慢慢出现过，就是安那，就是伊捌指责遮的来试探耶稣的遮的宗教领袖。伫这宗教领袖当中，其实拢有共款共款的情形，就是安那，就是其实因对耶稣还阁无真正相信，因对耶稣还阁无真正相信，还阁甲耶稣当作是安那。当作是一个先知，当作是一个真有能力的老师，但是还阁无甲耶稣当作是救主。所以耶稣伫当中讲安那，讲其实耶稣伫进前就已经对伊的门徒讲，我已经甲因讲安那，讲我未来我要受定十字架的时阵就要到啊。我伫恁身边的时间已经无济啊，所以恁爱把握这个机会来成长。恁爱把握这个机会来成长，这是耶稣伫遮搁一摆，因伫伊的话当中，伊所讲出来对伊心内面的失望甲忧虑，但是因犹原会当愿意帮助这个细汉囡仔，伊就讲甲伊带到我遮里来。耶稣就安那，耶稣就指责这个鬼。虽然进前讲安那，讲是伊这个细汉囡仔是叛病，但是耶稣一看就知影讲，伊毋是叛病。伊是互鬼附，所以耶稣就指责迄个鬼就出来。对安尼，即个囡仔就好啊。咱会当对遮来思考一件代志。耶稣无停留伫指责，耶稣马上就采取行动，伊甲即个鬼赶出来，医治了即个囡仔。一方面，互即个父亲会当安心；另外一方面，嘛是为着安那，嘛是为着要刷落来。要怎样来教示伊的门徒讲？门徒因的问题究竟伫倒位？门徒因的问题是出伫倒位呢？19节开始，耶稣就讲，这个门徒就来找耶稣来问这件代志，讲阮为什么无法度赶出迄个鬼呢？阮为什么无法度赶出迄个鬼呢？我相信这嘛是咱每一个读圣经的人。拢有诶，即个问题。当咱读到遮诶时阵，咱拢会有即个问题，甚至是对咱家己来讲，咱若是拄着即个情形，咱嘛会来问耶稣即个问题：我为什么无法度赶出迄个鬼呢？因问了即个问题，咱会当先对门徒诶角度来思考，体会门徒诶心情。因是真做一个耶稣诶门徒，因领受了耶稣互因诶权柄。但是安那，
因却无法度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。若是换做是咱嘛会感觉讲真失望。咱嘛会感觉讲，为什么咱无法度做会到？但是门徒伫遮有一个更较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安那，就是当因知影因领受了权柄，但是无法度帮助人的时阵，因有啥物款的心情？因感觉讲失望，因感觉讲因需要改变，因感觉因需要成长，所以因来找耶稣来问这个问题。毋是耶稣甲这个囡仔医治好，伊就讲哦，耶稣帮我医治好，安尼代志就煞都无啊。因因知影爱来找耶稣，来问耶稣讲，耶稣啊，究竟问题是伫倒位呢？究竟问题是伫倒位呢？因为因知影因无法度做会到，所以因就愿意来找耶稣来敲找这个答案。因为因知影因已经领受了这个使命。因就需要安那，因就需要成长。因无法，因毋是，因袂当搁踮伫即个状况当中讲，哦，有耶稣帮我做，安尼就好。因需要领受耶稣赐予因的权柄，因需要开始靠家己来侍奉，靠上耶稣赐予因的权柄来侍奉，来帮助人。安尼换做是咱敢会去问耶稣即个问题？这表明咱敢有这个追求咱的活命成长的这个动力。这表明讲咱敢有追求活命成长的这个动力。所以今仔日咱就要对耶稣互因的回答，咱来思考两项代志。耶稣后面回答讲安那，讲是因为恁的信心少，是因为恁的信心少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芥菜籽。就是对这座山讲，你对这边山到迄边，伊也要煞去，并且恁无有一件代志袂当做了。这是耶稣互伊的门徒的教示。耶稣首先指出伊的门徒信心少，佫讲安那，恁爱有信心，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安尼就会当将这个山刷开。咱看到这个经文的时阵，咱敢有感觉？耶稣咧讲这句话有一个真矛盾的所在。啥物矛盾？耶稣讲安那，是因为你的信心少，所以解决的方法是安那，恁爱有一个亲像芥菜籽的信心。芥菜籽是啥物？芥菜籽就是安那，就是真小的信心。芥菜籽，耶稣捌讲过，芥菜籽的意思就是安那，伊就是伫逐项经济内面上小的一个，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讲安那，恁的问题是恁的信心少，但是恁解决的方法是安那，恁爱有小信心，哦，所以这代表这是啥物意思？咱就爱来思考，安尼信心少是啥物意思？有信心亲像芥菜籽，佫是啥物意思呢？咱就先来思考，先来看。耶稣其实咧指责门徒的信心少的时阵，伊捌安那？伊毋是干那即摆指责门徒的信心少，伫进前有几摆，耶稣拢指出门徒的信心少是伫啥物款的状况呢？咱就来回顾耶稣来指责的门徒。伫8章26节当中，耶稣当伊甲门徒咧伫船顶拄着大风涌的时阵。迄个时阵，耶稣还搁咧困，门徒就安那看到即个大风，因就真惊吓，伊就甲耶稣叫起来，就求耶稣来帮助。即个时阵，耶稣就安那讲：恁遮小心的人啊，为什么惊吓呢？恁遮小心的人啊，耶稣伫遮就第一摆指责伊的门徒：恁遮小心的人啊。对安尼，耶稣就起来，伊就指责遮风甲海。风甲海就安那，就平静了。伫这当中，耶稣指责门徒小信心，是因为因惊吓，因为因惊周围的风涌。第二摆，耶稣搁一摆，伊指责啥物人的彼得，就是当迄摆嘛是游玩门徒伫船顶，搁拄着大风涌，但是即个时阵，耶稣无伫因身边。
后来因就看到耶稣伫水面顶要行因，迄个时阵啊那彼得就讲迄句话，讲啊那，讲主啊，若是你，就叫我对水面顶行到你遐去。这是彼得迄个时阵的信心，伊有真大的信心，讲主啊，我会当行到对水面顶行到你遐去。但是迄个时阵，彼得就对船顶就落去，就伫水面顶行。要到耶稣遐里的时阵，伊就看到风真大，伊就真惊吓，就伫要安那伫要沉落。迄个时阵，伊就喊着讲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稣就伸手抓条伊，耶稣就讲：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摇伊呢？你这小信的人啊，耶稣搁一摆来指责，伊是指责伊的门徒彼得，嘛是共款，因为周围的风影惊吓。耶稣指责彼得，是因为伊看到周围的风影真大，伊就真惊吓。第三摆，耶稣这是咱顶届捌讲过的经文。第三摆呢，就是游玩门徒伫当中，伊要游玩是坐船的时阵，伊要对这边倒到迄边去。迄个时阵，因为门徒因无炸饼，就开始担心，讲啊，因无物件通食。这个时阵，耶稣看出来，伊就讲安那，讲恁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因为无有饼，就彼此议论呢？耶稣伫遮搁一摆指责伊的门徒小信，是因为因感觉讲，因无炸饼，因就无物件通食。伫这三项代志当中，其实咱拢会当看到，耶稣指责门徒信心小，拢有共款一个原因。就是安那，因为因看到周围的环境，因就感觉讲啊，我无法度做会到。看到周围的环境真困难，伊就感觉讲啊，是啊，安尼我失败啊。这就是门徒伊信心小的原因。所以耶稣咧指责门徒的信心小，毋是咧指出讲因信心的大小，也是济少的问题。耶稣咧指责门徒的信心小，是因为安那？是因为门徒的信心无够稳固。那是因为环境的改变、环境的影响，就会安那？因就会摇错，就会感觉讲安尼困难伤大，我就安那？我就无法度赢过啊！这就是门徒的信心小。所以耶稣咧讲门徒信心小，是一个相对的小。相对的小，就是当因看到环境变愈大，环境困难变愈大的时阵，因的信心就相对来讲就变小啊。因为安那？因为因看环境的困难愈大，伊家己就愈小。就因愈小的时阵，伊就感觉我无法度赢过这个困难，所以因就会感觉忧虑，会感觉惊吓。这就是耶稣咧指责门徒小信，也是讲信心小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安那，因为因的信心无够稳固，因的信心会摇错，这是耶稣指责门徒的原因。伫所有一寡比赛吼，有一寡球类的比赛，其实嘛毋是干那球类啦，就是有一寡运动的比赛，搁一寡，其实一寡所有的比赛拢共款，拢有一种人叫做是安那，是练习型的选手，练习型的选手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吼，这个选手吼，伊伫咧练习的时阵吼，伊都讲了足好，伊拍球都拍了足好，啥物，逐支讲出去拢全垒打，但是安尼，当比赛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安那，开始紧张。开始安那，开始巴肚痛，开始落屎，就开始想讲，我做袂到啦，对球，迄个对手吼伤强啦，我无法度赢过啦。所以就有一种叫做练习型的这个选手，就是练习拢足厉害，但是伫比赛的时阵，就开始安那，开始惊吓，开始摇错。所以咱会称作这款练习型的选手，讲因是安那。因就是安那，因的心脏足小啦，心脏足小就安那，就是抗压力无够的意思。所以伫
伫即个时阵，就有需要安那，就需要有人来帮赞即款的选手，就是后来就有另外一种教练，即种教练安那，即种教练叫做鸡汤教练呐。啥物是鸡汤教练？鸡汤的意思就是安那，就是逐摆去甲选手讲吼，都是咧甲伊灌鸡汤啦。灌鸡汤就是心灵鸡汤啦。就是讲伊毋是咧教伊要安怎拍球啦，因为伊的即个技术已经足好啊，伊的能力已经足好啊，伊是安那，伊是心态的问题。所以即个教练就是安那，就是特别要来帮赞即款的选手，伊就是去帮赞选手讲安那，讲你爱安那爱保持你的平常心，你做会到，你爱相信你家己，你爱安定伊的心，因为你已经有教野的能力，你有教野的技术，你需要的就是安那，你爱有信心，你爱相信你家己做会到，你爱相信安那，你爱相信你有其他你的队友会当帮助你，所以你绝对你唔通惊吓，因为安那你一定会赢。这是即个教练咧帮助即个选手，就是讲安那，伊毋是咧教伊讲你要怎样来做。你爱怎样做？你爱改变哦，你的姿势吼，爱小可调一下，你的啥物角度吼爱调一下。伊毋是咧教安那，伊毋是咧教安尼，伊是咧讲你爱改变你的心态，你的心态爱好，你的心态爱正，安尼你才会当赢。这就是叫做鸡汤教练。所以咱若有看到，咱就知影，其实耶稣伫遮所做的代志。就是即个鸡汤教练咧做的代志，伊就是安那，伊已经将即个权柄赐予门徒啊。其实对门徒来讲，因的问题，毋是出伫因无能力，毋是出伫因安那，毋是出伫因无即个权柄，是出伫因的心态，就是因的信心，就是因的信心。所以耶稣来做的，就是来帮助因建立因的信心。耶稣来到伫因当中。耶稣讲，耶稣来帮助因讲，坚固因的信心，就是教导因讲，恁的问题毋是出伫恁的能力，也是恁的啥物款的技术，恁的问题是出伫信心。安尼，咱爱来思考，对咱来讲，咱的信心，敢有可能嘛会亲像门徒共款？因为安那，因为困难变大，咱就会感觉讲，咱的信心变小。甚至是咱会怀疑家己讲哦，我敢真正做会到？甚至是咱会怀疑讲哦，我敢真正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吗？我敢真正是一个基督徒吗？耶稣已经予我有这个权柄，我犹原做袂到，安尼敢是其实我毋是啊？还是讲咱会怀疑上帝讲，上帝敢真正有帮助我？上帝敢真正有教我同在？还是可能？上帝已经离开我。若是咱踮伫即个情境当中，咱的想法拢往即个方面去想，安尼咱就安那，当咱安尼想的时阵，咱就安那，咱就中计啊！咱就得了即个魔鬼的诡计。魔鬼伊的目的就是安那，目的就是要互咱无信上帝，互咱远离上帝。这是魔鬼的目的，所以咱若是无伫即个时阵，搁较掠条上帝，咱伫即个时阵就会离上帝愈来愈远。咱伫即个时阵若无紧紧掠条上帝，咱就会离上帝。伫即个时阵，咱就会容易离上帝愈来愈远。这就是当咱的活命经历困难甲失败的时阵。咱需要注意的代志，当咱的活命经历困难甲失败的时阵，咱搁较爱坚定咱家己的信心，毋通因为咱失败，咱就感觉讲上帝无听我，上帝离开我。所以耶稣伫当中讲，耶稣甲人讲，咱唯一的方法就是安那，咱的问题是因为咱的信心少，所以咱唯一的方法。就是咱爱有一个小信心，咱的小信心，就是爱有信心，亲像一粒挂菜籽共款。这是一个无受环境
会改变来摇动的这个信心，是一个会当扎根伫这个天国的真理当中来成长的信心。兄弟姊妹，咱爱知影一件代志：信心这件代志，信心袂当帮助咱解决困难啊！我搁讲一摆，信心袂当帮助咱解决困难。困难爱安那？困难需要咱家己来解决。但是信心会帮助安那？信心会帮助咱赢过魔鬼。信心会帮助咱赢过魔鬼，互咱袂怀疑讲上帝稳定，袂怀疑讲上帝敢有甲咱同在。咱会当相信上帝比咱的困难搁较大。咱会当相信上帝比咱的困难搁较大。所以这是信心伫咱活命当中的意义。信心袂当帮助咱解决困难，但是信心会当帮助咱仰望上帝，倚靠上帝，靠上帝来赢过这个困难。这才是信心的意义。所以第二部分，咱就爱来思考。耶稣讲，咱爱有信心，亲像一粒挂菜籽。咱爱有信心，亲像一粒挂菜籽。这是一个真正倚靠上帝的信心。真正倚靠上帝的信心，是当咱面对环境困难的时阵，犹原袂摇掣，犹原袂摇动的这个信心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。安尼，这个信心要怎样来成长呢？耶稣就讲到，伊进前捌讲过这个比喻，嘛是挂菜这个的比喻。耶稣就讲这个比喻，讲安那，天国亲像一粒挂菜籽，有人摕去种伫田内面，这原是伫百种内面是上小的，但是当伊生出来的时阵，却比逐项的菜拢搁较大，并且会当成做一个大树。耶稣伫遮讲的代志是一粒挂菜籽，对人看起来是真小真小，是真看袂清楚的。但是安那，当伊种伫土内面的时阵，伊会当生出真大的树。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讲安那。耶稣捌讲用这个比喻来讲天国，即马伊个用个这个比喻来讲信心，同款的意思。伊就是咧讲安那，这个信心虽然小，但是是会成长的信心。这个信心虽然小，但是是会成长的信心。也就是讲，耶稣伫遮指出门徒的信心小，但是解决的方式是小信心。伫遮所讲的是两项无共款的信心。第一项，耶稣讲门徒信心小，是会摇掣的信心。但是第二项，耶稣讲恁爱有亲像挂菜籽的小信心，是会成长的信心。虽然小，但是会变较愈大。伫华语当中有一句话讲安那，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星星之火意思就是安那，就是一点仔火花尔，但是安那，当因点伫一个易燃物当中的时阵，就安那规片遮个树林吼，遮个草原吼，拢会安那，因为这片的火，一束束的火花，就会开始烧起来。其实耶稣所讲挂菜籽的信心，嘛是同款的道理，亲像星星之火同款。虽然一开始看起来真微小，但是安那有非常大的成长的这个潜力，好，会当对咱的活命产生真大的影响。所以咱就用这个表，咱来做伙来看。耶稣讲门徒的小信是安那，是因为因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来摇掣，但是挂菜籽的信心无同款。挂菜籽的信心是有真大的成长的潜力的。门徒的小信是因看到环境的困难，伊就感觉讲因无法度。但是挂菜籽的信心，毋是咧看困难，挂菜籽的信心是咧看上帝稳定。门徒的小信是因为因倚靠因家己的能力，因感觉讲耶稣已经赐予我有权柄啊，我应该就做会到。但是挂菜籽的信心，毋是靠家己的能力，是靠上帝应允。因为上帝已经应允咱，
因为上帝已经应允要来帮助咱，所以咱需要来倚靠上帝。阮道的小信，是因为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就互困难来拍败啊。但是挂菜子的信心，是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，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赢过魔鬼的攻击，来赢过魔鬼的攻击。因为咱知影，咱是倚靠上帝，信心对头到落尾，信心拢在讲一件代志。耶稣所讲的信心，毋是相信家己；耶稣所讲的信心，是爱相信上帝。耶稣所讲的信心，毋是相信家己；耶稣所讲的信心，是爱相信上帝。咱爱看上帝，咱毋是看咱家己，毋是看咱所面对的困难，咱是爱看上帝伫咱当中，咱是爱看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甲咱同在。所以耶稣较会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挂菜籽，就是对即座山讲，你对即边刷到迄边，伊也要刷去。而且耶稣讲到，你若有即款的信心，你就会当安那，会当将山刷开。兄弟姊妹，谁有法度把即个山刷开？咱敢讲是咱吗？敢讲咱相信耶稣，咱就会当变做是一个超人吗？其实毋是，当然毋是。伫遮所讲的，咱做袂到，但是上帝较做会到。信心就是爱讲到安那，咱毋是相信咱家己做会到，咱是爱相信上帝的成就。所以，咱就爱用这款的信心来成长，来倚靠上帝。咱就爱用这款的信心来成长。来倚靠上帝。耶稣即句话会当将山刷开。即句话呢，伫研究圣经的遮个学者当中，其实有真侪人有无共款的解说。有一寡人就是安那，就是用字面上的解说，就是讲安那讲哦，就是会当甲山刷开。啊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安那，就是有一个比喻，就是用一个。比如，就是讲啊啦，耶稣讲即个比如，其实是讲咱活命当中的经历的关山。无论啥物款的解说，其实拢是咧讲到，咱爱相信上帝的能力，咱爱相信上帝的能力，毋是倚靠咱家己。但是今仔日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第三个，会当来解说即个将山刷开的意思，是啥物意思呢？咱首先就来看哈。即座山吼，即座山是啥物山吼？即座山是日本的即个富士山嘿。富士山吼，若是咱有去真正去看过富士山吼，咱会看到讲富士山甲咱台湾的山吼，真正足无共。为虾米足无共？咱若是要看台湾的山吼，咱咧看台湾的山，看到山的全部吼，咱一定爱安那爬去到另外一个山顶。咱较有法度去看到讲，哦，即个关山有偌大，因为咱若是伫平地吼，咱看到的就是几啊座山，这是伫台湾。但是伫日本即个富士山呢，就无共款，因是伫平地哦，伊就会当看到规座的山，会当看到规座的山。即个山就大到一个程度，会互人感觉讲安那，感觉讲哦，即座山互人感觉真敬畏，感觉真敬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伫过去的时阵，定拢会将富士山当作是神咧拜，甚至是毋是干那日本啊，其实其他真侪宗教，也是讲真侪传统的信仰，拢是咧安那，拢是将山当作是一个神明徛起的所在。因拢感觉讲神明就是安那徛起伫山顶。当神明徛起伫山顶的时阵，伊就会当安那对山顶就居高临下，啊，就来看地面上的人，啊，就感觉讲安那，哦，伊即个住伫山顶的神，就当作是安那，当作是一个守护神啊，就是伊踮伫山顶，啊，伫居高临下来看顾即个住伫平地的人啊，所以因伫
自古以来，其实大山就定定互人看做是一个安那，看做是一个稳固、无摇动的一个代表，会当因着亲像守护百姓的即个守护神共款，就是咧守护、咧看顾即个平地的人。就亲像咱台湾其实嘛是共款嘛，台湾毋是有一个比喻吗？比如讲台湾有一个护国神山，对无？为什么叫做护国神山？就是安那讲哦，是安那，是因为安那，是因为有一座山会当来保护台湾，哦，会当来保护台湾。当然，护国神山有两种意思啦，一种是讲啊，一种是讲咱的中央山脉，啊，一种是讲咱的台积电哈。无论什么，其实就是安那，就是咧讲到，其实人会将山当作是一个保护、看顾的一个代表。讲山就是咧保护、咧看顾即个世间人。但是耶稣伫遮讲安那，讲你若有信心，你会当将山刷开，你会当将山刷开。对世间人来讲，亲像山遮尔稳固无摇动的代表，对上帝来讲，伊拢会当刷开，伊拢会当，因为恁有一个亲像挂菜籽的信心，你就会当刷开。是因为安那？因为上帝甲咱讲，有一个比大山搁较稳固、搁较值得咱会当信靠的代志，是啥物呢？就是上帝捌伫圣经当中甲咱所讲的。以赛亚书第54章10节讲，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迁移，但是安那，我的阻碍必定无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嘛无离开你。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一个真坚定的应允。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迁移。这嘛是耶稣为什么会用将山刷开当做一个比喻的关键？因为世间万物拢会改变，就是对人来讲，看做万年无变的这个山，对上帝来讲，拢有可能会改变，拢有可能会离开，会刷开。但是有一项代志绝对无法度刷开，是啥物？上帝的慈爱必无离开你，上帝的慈爱必无离开你。对所有耶稣所教导的门徒来讲，耶稣的这个比喻，毋是爱咱真正去相信讲，咱有信心，咱就会当去将山刷开。搁较爱相信的是，咱爱信靠这位超越伫所有大山之上的上帝，伊永远甲咱同在。超越伫世间万物的上帝，伊永远甲咱同在。这才是咱的信心，咱所爱相信的对象。这才是咱的信心，咱所爱倚靠的迄位全能的上帝。伊比所有的大山还搁较大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真正倚靠上帝的信心，是仰望上帝的恩典，继续来成长的信心。因为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，因为咱知影这个比大山搁较大的上帝甲咱同在，咱就会当倚靠上帝的恩典，继续来成长。咱的信心会当怎样来成长呢？最后，耶稣甲咱讲，地到这一个的鬼，若无祈祷禁食，伊就无出来。耶稣讲，咱的信心需要透过祈祷禁食来成就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呢？神学家加尔文伫当中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伊就讲，这句话意思就是，你的信心必须要借着祈祷来安那来激发，需要借着祈祷来互你的信心成长。若是当你伫祈祷当中感觉感觉软弱、感觉无能力的时阵，安尼你就需要透过禁食来帮助你。这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祈祷是咱甲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方式。当咱透过祈祷来甲上帝建立
建立关系的时阵，当咱面对到什么款的挑战的时阵，咱会当借着祈祷来仰望上帝的带领，来仰望上帝来帮助咱。若是安尼，还阁无够，咱就需要加上禁食。为什么？因为加上禁食，禁食的意义是啥物呢？禁食的意义就是咱之前捌讲过，禁食的意义就是借着禁戒私欲的属灵的操练，会当互咱专心地维持甲上帝亲近的关系当中，并且伫过程当中体会到人的肉身的软弱，以至到会当更加谦卑来超出上帝的心意。这是禁食的意义。所以耶稣伫遮讲安那，耶稣伫遮所教导的祈祷甲禁食，咱爱知影，祈祷甲禁食，毋是咱咧叫上帝抢单，毋是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叫上帝来帮助咱的抢单。耶稣教导咱祈祷甲禁食，是咧帮助咱加强咱的信心的方式。祈祷甲禁食是帮助咱加强咱信心的方式。因为为什么祈祷会当帮助咱的信心成长？因为祈祷毋是咧求家己的益处，祈祷是愿上帝国降临。当咱对上帝国较无愈来愈大的时阵，咱信心的成长力嘛愈来愈大。当咱对上帝较无有遮尔大的较无，咱的信心就嘛有偌大。所以耶稣伫遮讲到祈祷甲禁食，特别伊爱提醒伊的门徒。进前耶稣捌讲过，当伊还阁甲门徒同在的时阵安那，因无需要禁食。但是当迄天，当耶稣离开的时阵，因就爱开始爱来禁食，是因为安那，因为因爱开始借着禁食来维持甲上帝的关系，来维持甲上帝的关系。当咱对上帝的关联，对上帝的国度有愈来愈大的较无，咱对上帝的信心嘛有偌大。所以，当耶稣安尼教导了，对门徒来讲，即摆看起来是失败的侍奉的经验，就真做因会当学习成长的机会。就亲像咱一开始所讲的，这是门徒的实习。因对这个实习当中，虽然是一个失败结果，但是因会当对当中找到家己信心的问题，因就会当靠着祈祷，定心得到上帝的帮助，得到上帝的能力。在咱军队耶稣的过程当中，咱嘛有可能会有经历失败的时阵，但是咱会当互咱定心徛起来，继续完成使命的关键，就是咱对上帝坚定无摇出的信心。透过祈祷，仰望上帝的恩典，互咱的活命伫上帝的真理当中来插根，互咱会当对起初看起来真微小，但是真坚定的信心，会当伫上帝的恩典当中愈来愈成长。愿上帝带领咱，互咱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会当来学习，伫日常生活当中来培养对上帝有更较大、更较深的信心。我靠基督的力量，互咱的信心更较成长。我靠基督的力量，互咱的信心愈来愈大。互咱会当伫即个世间，我靠上帝来帮助世间人，亲像门徒后来因有缘会当伫世间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，咱明白耶稣同款。愿咱的活命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班，搁一摆来思考，咱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要怎样会当伫即个世间来见证上帝国的关联？咱同心来祈祷。请同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，伫阮活命当中的教导，互阮搁一摆会当知影，阮我靠你。虽然阮的信心小，但是上帝，你赐予阮
有一个坚定无摇动的小信心，会当来挖靠你，伫你的恩典当中愈来愈成长，伫你的恩典引带当中，互阮真做事，犹原甲耶稣的门徒共款，会当去医病赶鬼，会当去帮助世间人来经历上帝国奇妙的权能。愿上帝你亲自引带阮，保护阮，互阮伫你的恩典当中，靠着你的应允，注心伫上帝你的心意当中，专心对你来行。愿上帝你亲自引带阮的道路。祈祷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的时间，咱要同心来奉献。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，是咱对上帝帮助咱的回应。就亲像耶稣基督，伊教导伊的门徒讲：，你若有信心，会当将，你会当叫这个山散开。咱会当相信，其实咱的上帝是超越伫这个大山之上。当咱倚靠咱的上帝，当咱倚靠咱的上帝，将咱所有的上帝所赐予咱的这个金钱，赐予咱的这个才能，咱交托伫上帝的手中，上帝一定会成就比咱所想的更较大的代志。愿上帝亲自伫咱的活命当中成就伊奇妙的作为。咱同齐起立，咱同齐用诗歌来回应咱的上帝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这是咱伫上帝面前为伊专心的奉献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受死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实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看见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只相随，我要一生跟对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以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偏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上帝永远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。搁一摆来唱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以有福气。选择这上好的道路，无偏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。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伊就是阿爸爸，伊看我做宝贝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
愿天父上帝亲自来坚固你的信心，互你对亲像挂菜籽迄款微小的信心开始，也会当因为上帝信息的应允，会当刚强行起来。愿主耶稣基督帮助你，伫困难甲试炼当中，犹原坚定仰望上帝，无因为环境的改变来摇掣，颠倒会当搁较倚靠上帝的能力甲主爱来得胜。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，不断伫祈祷当中经历信心的突破，互你的活命会当结出荣光上帝名的果子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灵的感动甲引带，定定甲你三个同在。特别要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，对答直到永永远远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请坐。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